后来镜头锁定在台湾，甲其他国家比起来，台湾的疫情稳定。刷落来每一礼拜，拢有艺人要来开演唱会。为月中的吴青峰开始，刷落来杨丞琳、蔡依林、ella， 一直到明年1月，王心凌、甲光良等等。另外，艺人陈升的跨年演唱会，今年来到第27年，伊是来祈祷世界经历逆境了后，2021年会当重新来出发。路上有个小宇宙。歌手陈升用歌声宣布，已经办26年无停的跨年演唱会，无受到疫情影响，要进入第27年。是讲伊即马已经61岁啊。我忘了第一句怎么唱。歌手袂记安怎弹，伊本身佫袂记歌词，目睭佫花花。今年起风啊，这个跨年演唱会敢有够体力？能说我自己在老化，我的团员都已经20几年，他们已经老化了。对。因为疫情影响，陈升有袂少演出拢取消，决定开始以车港人生做为家。11月份要开画展，袂少歌手甲伊同款，工作受到疫情影响，所以讲过来疫情有较回时，演唱会就一个接一个。为今日起，辛苦金曲歌王吴青峰要少年耍唱16场，30有张震岳，11搁较济杨丞琳、ella、陈嘉华、赵琳、蔡依林、耀周辉。12月份有李翊君、阿令、辛晓琪。大咖歌手的演唱会一直排到明年，要将疫情期间减唱的歌拢唱予歌迷听。